提到了凤林有60%都是客家人，今天客庄小旅行，我们就带您到凤林的校长梦工厂去走一走。因为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，培育下一代很用心，当地的校长人数相当多，超过100人。那么也有美农出博士，凤林出校长的美谈。校长，以前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凤林镇的校长梦工厂。这栋日式建筑民国18年打造，是当时区长的官舍。经过地方人士的努力，现在变身成为了校长梦工厂。因为我们凤林镇只有11000多人，那有116个校长，算是比例非常高的地方。许多凤林人投身教育，让凤林成了校长密度最高的小镇，还有校长之乡的美名呢。只是校长梦工厂生产什么呢？校长说，生产的是教育的梦想。想要了解凤林这个客庄的教育大业，每天都有志工导览解说。而今天担任导览员的是80几岁的校长廖高仁。100多位的校长口述历史，经过整理，变成梦工厂里最珍贵的宝藏。这一部分是早年的教科书，不同年代的教材教具在这里都能看得到。走走逛逛，就好像乘坐时光机回到当年的小学堂。小时候有学1、2、3，对不对？对，55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个已经很久了，很久了。教室里的老风琴虽然坏了，但是简单的几个单音也能够带着大家走入往日时光。10几首6个学年加起来是100多首啊，100多首你要会弹啊，会弹的。走出户外，也能看到代表客庄重视教育的具体象征——敬字亭。敬字亭的名字有很多，也叫做喜字亭，爱惜的喜啊，喜字亭。古人因为敬字惜字，建造敬字亭，而红砖打造的八角造型，也是感念古圣先贤创字造纸之恩。这个敬字亭是现在最年轻的一个敬字亭，他今年10岁。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。常听人家说，美农出博士，凤林出校长。来趟校长梦工厂，欣赏敬字亭，就能够深刻感受凤林人对教育的用心。客庄的情根语读，灌溉凤林的校长之乡。老风琴旧算盘，杏坛土芬芳。敬字亭感恩情，梦工厂里公乐感动时刻。